镜头转来看国内，今仔日是总统赖清德就职了后的头一场立法院的议会，要继续来审理国会职权修正的草案。早起9点，立法院三党团又搁开始相答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伫咧早起5点半时阵，就伫议场头前集结，要甲民众党团合作来甲议场的大门守护条。早起7点，议场开门了后，就站伫咧主席台，9点开始开会。立法院游园是拢乱糟糟，条页拢有做飘语甲旗仔做伙来画口号，目前条页是拢抑个完未煞。因为立法院会伫咧17处理这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所提出来的国会职权修正法案有别冲突，真侪立委拢吊伤送病院。今仔日立法院议会会继续来审理相关的法案，咁会又搁爆发严重的冲突，是大家拢咧关注。